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江秀菊老师。我做书片也是许继文老师，幼书片也是沈芳如老师。好，欢迎大家听听我三位老师来运动一下，然后做颈部、胸部到腰部的运动哈。好，第一呢是四方松紧，那钢筋呢对前后左右每一个角度都可以动到哈。好，一开始是下巴下眼哈，略往内收。下巴略往内收的时候呢，带着头拿往前往下落哈，慢慢的往前往下落。这个时候肩膀肩头哈，莫卡起来哟，不用下来，放轻松哈。下巴往内收，往内收。下巴下眼哈往内收的时候呢，后背也钢筋的肉呢就可以慢慢的延伸。好，我们停留一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慢慢的。听到后来，下巴往上抬，下巴下眼哈，慢慢的往下抬，让头不是头往后一掉下去，是借着下巴哈下眼往下抬的时候呢，让我们的头往后往下落。好，下巴是向上的哈，按了钢筋在我们拧上。好，同样停留一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头拿用张来回正。好，也看头拿把个做出片去看左片，慢慢的转过来。你看，就来段右片也钢筋哈，钢筋的肉右片呢哈，同样停留一下。记得咯，安尼做个下呢，安尼肩头的肉，哈，一切莫卡起来哦，哈，莫安尼放松，不用下来，放轻松，好，让这个肌肉停留一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把头回正，好，看到右片来。好，来到俺要做片呢颈部的肌肉哈。好，同样停留一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头回正，然后呢，头往左边的肩膀掉下来，好。掉下来的时候呢，用耳朵去靠近人家的肩头，唔要肩头开来哦，唔要按嚟哦，按嚟肩头肉太紧张了。好，肩头同样不用好了。好，头拿呢往左边掉下来，落下来，尽量用我们的耳朵左边的耳拱哈，去靠近我们的肩头，好，左边肩头。好，按嚟要左边肩头。不用好了，右手的手往下延伸，两边对拉哈，同样等待呢，停留10秒钟，停留个下呢，目珠看面前，整个让身体放松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头摆张来，好，头弯钩往右边落下来，同样耳朵去找肩膀哈，找肩膀。左手呢往下延伸，右手这边放松。同样哈，目珠看面前。1、2、3、4、
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然后呢，将颈部的肌肉呢360度给它转。这个转呢，唔要按你力眼起来，唔要按你夹夹按你力，做唔得按你力了哈，按你力头脑会紧。一定要记得，一个角度一个角度的，慢慢的去延伸肌肉。好，宽等阿掉来走哦。好，先往右斜前方，慢慢的往右斜前方。到了一个角度以后呢，稍微停一下下，再继续转，继续转。好，然后往左边转。一个角度一个角度压这个四方松紧呢，要将颈部的肌肉呢，要用延伸哈，延伸出去，来床来。好，到正前方的时候呢，下巴卷起来往内收，停一下。好，继续往左边左前方转，你看，慢慢的转。好，按你转哈，每一个角度都不会晕通斗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按转开动哈，要转的速度呢，还可以依照你其他速度的慢慢的转。现在越赶紧，吃到卡狠，它不舒服，你就停留久一点，好，等你延伸久一点点，它就会慢慢的就会越来越放松了。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回到正面了。好，也弯片哈，对右边，它都会喺右片转到左片，也很用右片开始转。好，好，往左边转。往后，先往后转，你可以感觉颈部的肌肉是延伸的状况，好，有一种慢慢的拉长的感觉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慢慢的头抬起来。好，记得要四方松紧，降紧哈，用不同的方向呢去做运动，唔要转眼前的，一天唔好用转眼前的方式来做，一天要按一个地方，慢慢的做，那老肌肉那给绑到了，按了久了以后呢，我们颈部的肌肉就可以放松，就唔会唔会降，唔会昂高按了哈。好，按了做胸部的扩胸运动，两只脚一前一后，我们先右脚对面前，好，数。弯曲，好，脚掌捏起来，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弯左脚，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做个一摆，好，我们做个一摆呢，数不要打较快的位，好，两只手打开来，右脚对面前，手把掌向掌心向上面，左脚就不要掌心向下，好，按来做，好，按来可以练习我们的协调，来打开来，1、2、3、
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分脚。好，要做脚对面前呢，那做数的竖巴掌，手掌心向上高，右手呢手掌心下摆，哈，同样按呢，按你看到没？那运动数大开了以后呢，这个运动量，这个肌肉拉得更开，哈，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这种有时间呢，按呢扩胸可以多做一点，哈，我们的这个胸肌会打得更开更好，好，然后呢，按呢做缓和运动，1，吐气，2。3，好，休息一下。